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第10届早起伫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两个党主席拢强调坚守9二共识，反对台独，争取两岸和平。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10日起假，昨半暝挂烤旗，今年有46万外的香灯卡，代替高铁拢会开加班车来疏运旅客。新北市一间私立幼儿园家长指控园长动作粗鲁，扭囡仔的衫裤，造成囡仔受伤，这园长涉伤害罪，违反儿少法上班。来看早起11点举行的第10回哦，这是让10党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领导人透过一届面对面来对话。双方是先发表谈话，习近平是表示讲愿意伫坚守9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加强交流甲对话，争取两岸和平。佮强调讲两岸关系哦是掌握伫中国人家己的手中。第二部嘛讲哦，坚守9二共识，反对台独，望讲会当来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虽然因双方是进行关门的会谈，下晡2点半，国民党嘛召开中外记者会来对外说明。主席准备好了吗？随时准备好。国内外关注的第10会都安排在初10，对11点开始进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现场甲党魁甲一束空袭西米露，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面。这届会场是特别伫接待元首外宾的当大厅，双方握手讲几句话了后，分别发表谈话。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这是历史必然，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郑丽文自初7就出发去中国拜访，行程排到满满。但陆委会初9嘛有表示，国民党主席是台湾政治力量真重要的一部分。针对这几日，郑丽文表现出国民党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信息使人烦恼。李文加强调，郑丽文应当向中国传达台湾的主流民意。中共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第二，台湾的未来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第三，立刻停止共军基建扰台，这3点那这3点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并没有看到郑丽文主席去表达这样的诉求。郑丽文甲习近平两人谈话结束以后，双方遂开始进行关门会议。第10会拍算会讲到9二共识、中华民族，也有两岸和平等等的议题。结束以后，伫咧下晡的时阵，国民党也会佮开中外记者会，对外说明会谈的内容。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伫第10回进前，总统赖清德早起嘛发文表示讲，向维权者妥协，以主权甲民主做代价，嘛袂换来自由，嘛袂有和平。和平就爱靠实力。咱总统嘛呼吁爱支持国防预算。咱国外交部嘛望讲，郑丽文应该就爱传达咱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的未来就爱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国民党立委嘛表示讲，外界是唔免做伤济政治的一切。总统怎么看正席会？第10会进行引起关注，总统赖清德透过面册发文表示，中国针对台海一个甲岛链四边的无ud地带侵扰甲军事威胁，严重冲击到区域的和平稳定，向维权者退让，只是用主权甲民主做代价，袂换来自由，更加无可能和平。希望郑主席这一次跟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见面能够准确地传达台湾人民的这个主流民意，而不是一个党派的或者甚至是个人的一个诉求。不过，郑丽文去访问中国，解放军撤告有关伫黄海实施实弹射击。我想越紧张越需要沟通交流。
民进党立委批评，若准第2文配合反台独、杀统一，会互国际社会错误信息。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会当针对电视会内容评论，不过无希望政治性的推测。如果如同习近平的如意算盘，郑丽文来配合了这种假和平真投降的支持反独促统的习近平路线，那么就带给国际社会非常错误的讯息。不管是政协会也好，川协会也好，这个内容上来讲，当然都可以可受公平。好，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或者是内容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做太多的政治臆测，我想是不太客观的。过去2015年朱立伦做党主席的时，也捌甲习近平会谈。同一年，迄阵的总统马英九甲习近平手握81秒钟，写下历史新纪录的马习会。上一届国民党主席访问中国的纪录是2016年国民党搁在正做在野党的时，由洪秀柱会面习近平。即马20年电视会举办，牵动两岸的关系受到国家的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搁第立法院还未复位审查。传出讲在野党团本地今仔要复位，也毋过拿赢是又搁表示讲要等到后礼拜的党团协商。同款嘛卡伫立法院的国防特别条例，国防部长顾立雄是搁再呼吁讲，应该经通过行政院的版本，麻烦讲条野会当赶紧协商。总预算应该已经要复位的时间早就过了，那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让后来的程序我们给它补上来。行政院长搁一摆向立法院发声，希望今年度总预算关期审查。虽然捌传出在野党团想要伫个初10的议会，互总预算复会，不过除了民进党也被依然无提案处理，按算下礼拜用议长调回协商。连很多的运动赛事也因为这样而无法举办，包括很多地方的建设也因为这样而无法做，甚至很多新兴的计划也受到了延宕。这对台湾的竞争力，这对台湾的经济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行政预算718亿里面就有80亿是平台赛事，就有啊，所有都扣住啊，解铃还是系铃的，现在也都没有任何的回应嘛。国民党团呼吁倒映台先将已经放行动机的新型预算顶补助，用中这次行政院法定责任，共款做现前的国防特别条例审查，提到条约协商，那也就提请假。不过下礼拜国民党籍调会马文君阁安排考察协商，会个延迟。是不是有安排考察？这样还会出席协商吗？看到时候怎么排，什么时候？刻意去阻挠，刻意去再拖慢整个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天党团我们的决议还是就是交由这个院方就是韩院长来去召开党团协商。那务必他们要先做好功课，不要再来的时候一样没有结论，没有讨论，然后硬是要通过他们自己想要通过的版本。协商应该跟委员会的行程没有一定要挂钩嘛所以我想应该可以另外安排协商的日期。顾立雄希望审议会赶紧，因为就算条例通过了后，还佫有善限。国防部立场依然是希望正式版本应得到条约支持，互国防建设能顺利推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年第4号风台新陆区透早2点形成，有机会发展成做是强烈风台。加早又是离台湾较远，应该是袂影响到台湾。气象署讲，今仔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是真烧热。后礼拜2方面接近北部跟东北部会落阵雨，温度嘛较凉冷哦。另外，白沙屯妈祖礼拜就要起假，气象署嘛安排行动气象站设正向专区，随时来提供上新的气象资讯。白沙屯妈祖这个礼拜就要起假咯，今年有46万人报名进香。气象署嘛头一摆派人派行动气象仪沿路对咧行，民众伫现场当扫 QR code， 就当看到白沙屯妈祖进香专区的网页，上即时的进香气象资讯。是气象署真的是首创，我们有一台行动的气象仪。那这个行动气象仪呢，它可以随着我们在跟着进香的那个信众在走的过程中，去测量当时的温度。那个随走的途中，我们会有一个 QR code 提供，让民众可以扫描。民众扫描这个 QR code 之后，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气象资讯。天气方面，气象署讲，拜五各地头好天烧热，高温伫29度到34度迄卡兜，好天会持续到后礼拜2方面接近，时到北部会落雨，那后礼拜3方面通过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阵雨，气温会变较凉。下周1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以比较天气是比较偏闷热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雨的话也都是算是相当的零星。那下周2跟下周3的时候，因为有一道微弱锋面逐渐接近并且通过一个状况之下，在北、东地区都是会有一些转雨的一个情况出现。
现。那原本伫关岛东南边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讲已经结束风台升落去，目前煞往西北边震动，预测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记者吴金阳、只讲台北报道。苗栗白沙屯宫田宫的妈祖去北港进香12要起价，昨半暝是放头期。今年报名的乡镇卡又个破纪录，有46万外人。代替高铁拢会来开加班车，所有信众。按说讲16会行到惠林北港的朝天宫，17进会，20回宫。信众虽然夜香虔诚拜拜，找到暗时11点外，庙方甲炉主将2公尺悬四角形的头旗请出来，挂伫庙口的龙条顶悬。旗仔顶面有绣襄阳甲天上圣母的字样，放头旗嘛算过今年的宗教大事。苗栗通宵白沙屯宫田宫妈祖请落南，用行的挂香的活动正式起鼓。今年总共有46万3588个乡镇卡报名，比去年增加将近13万人，搁再一摆创下新的纪录。我们没有走全程啊，就是妈祖送妈祖出去中就走多久就多久啊。回程的会再来接妈祖。希望这个今年这种活动大家互相来帮忙，互相扶持会当互这种活动会当圆满这个传统继续传授落去。白沙屯妈祖用行的南下婚林北港朝天宫挂香，来回大约400公里，逐天拢吸引真侪信众。对这个拿水红啊跑车的妈祖乱叫走，今年预计12半暝定叫起价，16到婚林北港，17透早进货，20回宫安坐。因为甲大家顶南宫妈祖迎进部分日期会顶塔，有机会出现双马会。若婚林土库店永远拢是挂香活动一定会经过的所在。公所今年整合社区店家设立13个服务站，提供乡镇卡休困甲洗身躯，提供一些完善的这个卫浴设备，还有接驳车，还有一些医护团队来妥善照顾我们这些香灯脚。交通部表示，八港7暝的挂香行程，代替会加开160班区间快车，高铁嘛会增加10班列车，来增加载运量，全力配合宗教活动带来的疏运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处长陈彦撇，初八去代替的白沙屯站视察咯，因为处长行过铁基路，煞无穿反光的架。代替工会是批评讲，处长无依照安全的规定，真正是歹带头，嘛拍算讲要去铁道局来检举。那我们就要问了，如果现在台铁在面对这么多的事故，不断要求现场同仁要以安全改革为优先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的长官，我们交通部的长官，可以用视察的名义来规避掉最基本的安全的要求？针对这期处长今仔早起面对媒体是无加讲，代替是发声明表示讲，伫个视察的时是利用临时便道甲临时出入口的动线，算是临时疏运的特殊安排哦。也毋过工会嘛表示讲，因无排除要甲相关的画面提供予铁道局来进行检举。该看去年的9月，台电高雄的兴达电厂爆炸，有邻家厝受到损害哦。兴达电厂二期特别动工咯，高雄永安的乌拿岛民众早起就去高雄市政府抗议，因讲哦，因的厝卡损断，台电是还未修理好势，嘛拢无来沟通说明，望讲市长会当来帮因做主。台电是强调讲有60个厝拢已经修理好势咯，嘛一定会继续甲当地居民来沟通。疫情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请问在地沟通、在地说明会不会办？我们收到民众的澄清了。因为出面接电情势的高雄市府代表无回应正面的答复，乌拿岛居民是愈想愈生气。因为自从去年9月兴达电厂发生爆炸了后，台电各单敢若去年的11月有甲居民开过一摆协调会，落尾都无消无息。厨房准害器各单拢也未修理好势，讲要做安全撤离措施嘛无看见。即摆台电阁发表起2期，互居民是愈讲愈生气。啊，无阮遮民因电生气啊，安尼较有路用，那嘛是着阮遮民大家安全。有平安，安尼硬要压房的要管起，歹拢无要管负责，安尼无公平。没有智慧手机，要怎么样通知他们有发生危险，或是有什么要撤离方案？怎么撤离？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到现在
电厂没有出面把这些完整的东西全部都告诉这些居民。乌那岛居民车站来市府电检抗议，拜托市长提言做主。若是台电无要插居民提出的相关诉求，安尼日期因绝对会空前到底。对此台电表示，去年意外造成的厝壳损伤有133户，其中85户已经修理好势。针对民众关心的安全措施，除了手机的信息通报以外，撤离措施嘛已经规划好势。针对长者撤离应变，台电也成立了守护社区行动小组，安排专车优先接送高龄与行动不便的民众，并规划完善的安置动线及物资供应。面对乌那岛居民的တင်情，市府表示会甲民众的安全放伫头一位。居民强调，乌那岛的人注定爱甲电厂生活做伙，应该望望一个安全的保障，互因会当住了安心好食困。记者柯家族柯超阳高永昌报道。来看内政部今仔公布今年3月户口的统计，到3月底台湾的人口数是2327万568人，已经连续27个月负成长。也毋过好消息是，阿婴仔的人数有淡薄仔增加3月是有8798阿婴仔出世，比顶个月增加2275个人是增加超过3成。咱台湾女性的生育率已经无到0.7个，少子化的状况是真严重如果2070年人口会剩一半，人口数嘛已经连续27个月负成长。今年的2月出世阿婴仔只有6523个，是创新低。也毋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3月份阿婴仔数量是增加2000多人，澎湖县是增加上济，再来是台东县、彰化县、基隆市上少。再来看新北市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家长指控讲囡仔身躯有伤痕，调监视器看到讲园长对囡仔有不当的行为，由囡仔的衫裤。县长已经予以涉伤害罪，佮违反移校法上班了。新北市教育局调查嘛发现讲，这间幼儿园有一寡违规的状况，嘛已经先罚款12万。吃中昼时间，幼儿园囡仔在食饭，熊熊几下个围伫园长的位边，原来因发生冤家。毋过这时阵，园长熊熊一手掠其中一个囡仔，甩去幼伊的衫，佮挡伊的面，佮想要佮脱裤，惊甲囡仔是一直用。其他老师发现，马上来阻止。我当下看到监视器的时候，我完全是紧张到发抖。我没有说像爸爸情绪这么高涨，或者是哭，我都没有。只是我这2天回去陪孩子的时候，他都是黏着我。我只要去上班，他都会说：“妈妈，你不要去上班。”悠悠6个后囡仔身躯出现伤痕，加上有明显无想要去读册状况，家长发现毋是说要求调监视器，佮指控幼儿园不当管教。代志发生伫4月7日中昼，囡仔吐喙齿的时阵，因为酸水破淡当外裤，园长讲是想要为2人换裤，才动手脱衫裤。他一直请求原谅而已，但是我只有跟他讲一句话：今天你的儿子或女儿被人家欺负成这样，有可能跟你和解吗？这是新北市的新立的幼儿园，比这园的园长负责大班、中班的教学。实际打电话予幼儿园表示，圣诞的园长已经离开，明日要上课，也已经甲家长会师了。教育已经介入处理，会遵照处理。经查，该幼儿园长确有不当对待幼生行为，此案情节重大，教育局一定依法从严就责，最重终身不得任职幼儿园。目前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圣诞园长依照涉犯伤害罪、甲违反儿童甲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目前教育也查到有优秀训练教学、师生比无符合规定才违规的状况，罚12班各照规定公告名字，继续追踪案件，加强督导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今年初是发5000块的消费金给市民，当初动员3000外员工休困加班来发了。有员工是讲2个月过去了，到当加班费阁还未拨落来。市政府是表示讲，即马个整理名单会紧来发。摕到市府发的消费金，民众乐笑甲真欢喜。不过即马所传出，当初加班协助发钱的员工，到当也未领到加班费，而且大部分的人拢是基层员工。到现在已经快3个月了，这个钱我们还没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也是希望这个辛苦钱希望那个市府单位能出来说明给我们一个确定的时间。有议员讲，市府伫1月到2月，拢总动员3000外的基层员工，伫全新竹市设300外的发放地点。
唔拿互人强制取消休困来加班，时间过去2个月，虽然加班的钱拢个摕袂到，这支市府无重视基层的权益。要大家做事的时候雷厉风行，现在要发加班费给大家，身为一个这个新竹市政府的大家长，却用这样不要不进行政怠惰的方式来处理哦。其实高虹安应该要体恤基层公务同仁的辛苦。这3000多名公务员的加班费，至今市府都还没有核发，基层苦苦等不到辛苦的报酬，实在非常的夸张。有关消费金作业同仁加班费发放事宜，目前已完成清册会诊，为确保款项精确无误，市府正严谨执行逐笔资料核对与校正作业，后续将采分批拨付方式，全力加速行政流程，务求在最短时间内将款项汇拨至同仁账户。市府指出，因为这摆动员的人员较多，目前已经完成名单资料，是为确保正确，才会开较侪时间，上班伫4月底进前就会完成发放。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有民众反映讲即马奥多拜驾照唔那真歹考，嫌报名拢爱用抢的。以屏东县来讲是有2个考场，一礼拜只开放300个名额，所以是真好抢。伊嘛望讲交通部会当来检讨改善。连啊到着线，警报声随咧弹。检考官向路考的民众讲，等过一礼拜会当搁订报名订考，但问题是即马路考的名额，以屏东监理站来讲，一天只有50个，爱早起8点伫线顶报名，而且1个月内名额已经满，搁无后补制度，有人取消就浪费1个名额，民众拢讲足歹抢的。因为他是说，你若是这一次没过，下礼拜可以再考，可是问题是他都满了，像我是第2次考。然后预约的时间已经排到下个月。你要提前1分钟，然后把你的资料都复制好，然后在1分钟之内全部复制贴上，然后之后才可以抢票。地方立委嘛接到乡亲陈情，以屏东县来讲，范围足大，煞只有屏东监理站和恒春分站2个考试的地点。恒春一礼拜只开放1摆，名额只有15个，专关一礼拜无到300个名额，明显不足。另外，这几年的笔试题目和路考条件变较难，订考的人增加袂少。立委徐富贵嘛希望公路单位会当搁增加逐工的名额，赶紧消化人数。要多多练习题库了哈，将我们的题库把它读熟哈，这样子会减少相关的一个笔试的一个重考的一个状况发生。那也要求我们交通部跟公路局应该要检讨放宽这个招考的一个名额，让更多的偏乡的乡亲能够方便来招考。对此，徐富贵有建议交通部，像是增加每日的考照名额，建立后补甲通知机制，涵盖设滨南区域的考照服务。屏东监理站表示，会针对报名数量的部分进行审视，若有需要，嘛会搁做进一步的调整。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宜兰宜山乡七贤村近摆有风台的饮水，县政府设溪州抽水站，按说明年就会当完工。另外，去年因为风台，宜兰苏澳、东山有真侪所在嘛拢饮水。行政院是推出风水闸门的补助，应该会当来补助4500户。宜兰宜山乡溪州的排水是地属七贤川便那风台落大雨，饮水的主要原因。当地因为农舍开发，有愈来愈侪住户因也争取抽水站。如果强降雨的时阵大量的雨水无法度宣泄咱娘室内较暴涨的时阵水内水排袂出去。县府争取中央经费开2亿5千多万去溪州抽水站，按算15动工，明年完工。行政院齐集到当地勘查，要求在今年的电脑期抽水站也未起好进前，爱做好准备。然后会预布移动式抽水机，在整个台风来临之前，会将吸收排水的水会先做预抽的动作。另外，针对去年的风台，宜兰苏澳、东山等乡镇做大水，行政院也推出水闸的补助，答案上悬会当补助47000块，按算会当协助4500户。总计呢6700万来补助宜兰县政府。这个就是说，如果易淹水地区那么临时豪大雨的时候，那如果说整个市区排水有淹水，那它就至少有个那个防水肛门的设置。针对七贤这个部分，因为大家住户已经历经了好几次的这个淹水问题，所以他们懂得自我保护。
不过相关的补助是针对航空航太受灾的所有劳动者的所在，无包含沿线乡等等的乡镇。部分沿线的民代认为，以切现川做例，因为已经拄到几落届的做大水，已经有防大水的经验，未来只要抽水站起好，就无需要水闸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北部正罕见的一款独角彩船哦，有11只是对宜兰飞了桃园的大园，嘛声真侪人去翕相。也毋过，昨下晡传出讲有2只中毒，送病院去治疗，其中有1只死去，另外1只已经较好了。船内底彩船熊熊渡水，真罕见出现伫北部11只彩船，进前为宜兰飞来大园，马上吸引真侪鸟友来抢翕。啊，毋过初到下晡却传出有2只中毒，送医来救治。你们这么爱鸟啊，然后听到说鸟中毒这样，当然是很难过啊。那你看到一个生命就这样子就没有了，那当然是会难过啊。很不舍得，对不对？是啊。第一个时间知道的情况下，就觉得很可惜哦，这个难得过境的迷鸟。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奇珍异鸟，能够安安心心的来我们台湾过境。渔港伫现场采集生物甲环境检体时阵，发现造船人用的福寿梨、沙梨劑、沙梨胺、甲毒草劑、益草毒的袋啊，送去救治的2只，1只到医进前死亡，另外1只第一组急救药物了后，差不多10分钟得病现等候，恢复的速度是真紧。一只到院前已经死亡后，另一只经过治疗后恢复良好，目前正在观察中。那同时，我们农业局也将检体送验，以厘清死因。在现场也有观察环境嘛？义工也采集了现场的一些福寿螺的活体，然后带回去，现在已经保存好，也准备要送验。这11只有2只中毒，也有1只无反应者。桃园野鸟协会积极咧找找当中，农业局表示，后续会继续伫个独角亭的所在加强推动优先庆祝。另外，经过初步检查，死亡的1只是公的，胃内底有看到大量的裂壳。肝脏有都发生局部病变，需要进一步切片检查细胞，佮进行初步检验，才能更较准确知影因死亡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虽然美国甲伊朗协调讲要停火2礼拜哦，也毋过以色列佮继续空袭黎巴嫩，一日就造成超过300个人死亡。美国甲伊朗嘛，陆要拆破面咯。即马传出讲，以色列甲黎巴嫩后礼拜要伫美国华府来谈判。另外，伊朗的最高军事领袖穆吉塔巴嘛，佮再强调讲，因未来放弃荷姆斯海峡的控制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9搁再强调，未对黎巴嫩停火，也毋过伊也讲，伫黎巴嫩的拜托之下，已經指示落個後禮拜去美國華府，直接甲黎巴嫩談判。אני הנחיתי אמש בקבינט לפתוח במשא ומתן ישיר עם לבנון כדי להשיג 2 יעדים. 1, פירוק חיזבאללה מנשקו, והשני, הסכם שלום היסטורי בר קיימא בין ישראל ללבנון. 以色列甲黎巴嫩伫华府的谈判由美国国务院协调。美国总统川普初9亲身打电话予纳坦雅胡，要求以色列伫黎巴嫩的议题就要卡比手咧。根据黎巴嫩的统计，以色列初8的空袭造成超过300个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这是过外月以来上界严重的一届。以色列佮继续空袭行动，佮较要求黎巴嫩撤离民众，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不满，强调黎巴嫩的病院已经被砍跌，医疗用品特别用料。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正做是以军攻击的目标，甚至造成1名的成员死亡。If we have another mass casualty like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it will be a disaster actually. We condemn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persistent attacks against UNIFIL, including the latest grave attacks which cost the lives of 3 Indonesian peacekeepers and injured several other peacekeepers from France, Ghana, Indonesia, Nepal, and Poland. 美国甲伊朗达成停火2礼拜的协议，也毋过针对黎巴嫩敢是伫个停火范围，也有荷姆兹海峡控制权等等的问题，消息是真乱。到今也未公开出面的伊朗新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初9搁再透过媒体发表声明，强调伊朗无纠正，毋过嘛未放弃对入侵者讨赔偿的权利。另外，伊朗对荷姆兹海峡的控制会进入新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初9警告伊朗，未当对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收钱，也予4月11日要
伫个技术碳的谈判佫较有困难。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再来看俄战，这个嘛要暂时休喘。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讲，4月12日东正教国活节期间会暂时停火32点钟。乌克兰嘛表示讲，因愿意来遵守这项停火协议。另外，英国军方是表示讲，过去1个月，伫北海驱离3只罗西亚的畅水艦，嘛指控讲罗西亚在进行征防，佮破坏正关键的海底电缆线。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有不少的东正教的信徒，因为东正教4月10日复活节就要到啊。克里姆林宫进前发出指令，要求前线的部队对11日下晡4点开始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伫社群平台回应，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采取相同的行动，希望人民会当度过一个无威胁的节日，也呼吁罗西亚伫过完节慢慢恢复攻击。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со ссылкой на Кремль.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иближающимся православ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Пасхи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с 16:00 11 апреля до исхода дня 12 апреля 2026 года. 虽然陆地战事暂时冻点，不过北海却是有危机要醒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初九公开证实，英国甲挪威等等的盟友合作，伫过去1个月继续追踪真侪只罗西亚的畅水艦，包含一只阿库拉级的攻击畅水艦，也有2只属于罗西亚深海研究总局的特种畅水艦。英国指控这个军舰走来英国专属的经济水口，目标上可能是迫害传输数据甲能源的海底电缆，威胁到英国的国防甲经济。And I'm making this statement to call out this Russian activity. And to President Putin, I say, we see you. We see your activity over our cables and our pipelines.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any attempt to damage them will not be tolerated and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BBC 指出，海底电缆甲管道对英国的数据资料佮能源是真要紧。全英国大约有60条的海底电缆甲陆地相接，记载英国90%以上的日常网络流量。另外，英国大约77%的进口天然气经过北海的管道对挪威入来。面对英国强硬指控，罗西亚是有关否认。不过，希利强调，英国透过军舰甲 P8的反舰巡逻机进行24点钟的严格监控，俄罗斯无法度暗砍伊的计划。这场已经超过1个月海上追踪，落尾成功把目标赶回去北方的基地。虽然目前确定海底基础设施无松动，不过因为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海底电缆的安全防卫已经加做北约各国真重要议题。公司新闻第一人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中华头一栋的青年主体，按算今年5月就会当完工哦。有12坪甲28坪两种，大概是360多万到870多万哦。最近开放民众申购，也毋过哦，有民众是反映讲卖了伤贵咯。县政府是讲哦，青年主体已经比市民的数较少咯，即马申请的人哦嘛不哩啊侪。工程人员无用咧赶工，这栋8层楼高地下1层起伫园林的新大楼，是中华头一栋青年主体。县府按算今年5月完工，目前正咧开放受理民众申请买厝的资格，价销上价369万，上悬877万。有人认为价销也算合理，嘛有人讲安尼价销买厝压力也是真大。我看足多人来看诶。价销若要伫这地点，你感觉可以无？还可以啊，价格还是有点高一点，会期待政府定价会再低一些。就我知道彰化要接近10万13万，现在收根本就买不起。县府表示，园林青年主体拢总有42户，小坪数的厝型价销是369万至406万，大坪数的厝型是798万至877万，一边平均无到30万，比市场新厝的价销少。就买厝的中人指出，同款的价销比较落来，大家可能会买中古厝。目前园林中古屋的市场近1年的单品大概是落在28.76万元，跟我们园林青年住宅27到28万元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会考虑我们的坪数限制，然后转战我们的中古屋市场。申请人必须为20岁到45岁，涉及彰化县累计满3年，家庭成员均无自有住宅，名下土地现值总额不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
官府指出，中华规划敢若卖无要做的青年主体，主要是希望少年人会当住伫中华、留伫中华发展。目前申请人数真踊跃，民众表示，长期来看都爱提悬中华的薪水收入，才会当解决中华少年人口外移，增加民众留伫中华发展的意愿。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台中市目前是有290台的航空巴士，也毋过民众是反映讲定定拢订无车，嘛有人想要管说互市政府拒绝。市政府是强调讲，台中市航空巴士的服务量能已经是全国第一，也毋过考虑到成本甲驾驶真歹请，所以暂时是无打算要阁增加新车。市小姐逐礼拜拢爱对南投草屯，带侪回老母来到台中的病院看诊复健，毋过定定约袂到航空巴士，互伊就爱另外想办法，时间甲金钱拢增加袂少压力。约都是前1、2天就跟我说约不到，然后我叫无障碍计程车的话，因为我们那路程的关系啊，那来回就大概都要1500左右。这位陈小姐，咱无几日啦，就爱对北屯区来到中区的病院复健。虽然坐有着符合障碍程度 A 级的车，不过也是爱提早第1礼拜前就爱预约。你定的时间看多久？你不能提前，不能延后啊。那车子来不能等你啊。台中市航空巴士的需求量大，根据市府统计，今年度规档服务身心障碍者达到92万人次，服务量能是全国第一。不过也是有袂少身障者需要使用，所定定预约袂到。民代嘛指出，有民众想要管航空巴士，互市府说互因拒绝，偏向安尼无法度应付需求。市府表示，航空巴士的服务毋但会当下县市，台中市航空巴士阁是6都唯一，无限户籍，阁规档免费，无怪需求遮大。所以，他只要有身障证明的人，他都可以来预约。但是我们会优先让有 A 级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轮椅的一个乘客，有领有身障证明，也是轮椅的乘客，重度以上的，我们会来优先能够让他能够来搭乘。市府表示，目前营运当中的航空巴士已经达到290台，车辆若是满10档，也是125000公里以上，就会照规定换掉。而且今年到打嘛已经收到民间送23台新车，除了考虑人力甲运作的成本，嘛会调整计划来应付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有一间个卖沙西米的摊，最近是互诈骗集团利用，店家接到上百通电话哦，民众讲已经汇钱买外送的沙西米，那都无收到咧。业者是强调讲，沙西米这种物件上好是爱现食，所以无可能伫网络买，呼吁民众哦唔通搁互骗咯。咱外带保安是透明的塑胶盒，对，不是这个圆盘子，不是圆盘子啦，手提网络顶面的相片，甲实际物件来比较，不管是单内底的环境，也是产品的包装，拢甲实际状况无共款。这间伫家己是专门卖沙西米的单，最近去互诈骗集团用因的名义，伫网络顶面卖配送的沙西米。已经有300通的电话，300通的电话。会宅配啊？有寄钱的，目前是1位而已。大家都知道，他都要来现场。外县市的我不知道，点外县市。对。业者表示，因伫家己市已经经营20档啊，完全拢无伫网络顶面来卖过物件，是最近一直有人打电话来向因确认，才知影网络顶面有人用因的名来卖沙西米。伊嘛透过朋友伫网络来发文，澄清无这件代志。我们一律就是都现场购买这样子，都没有在宅配，也没有外送，都没有。网络迄款我较无咧甲看，无咧甲使用啦。你拢来现场买啦？现场买较看会到无用处理实在，互人客会当买到新鲜的沙西米。业者表示，因的三文鱼一斤要1000块，网络顶面才卖346块，就是要用正俗的计数来骗唔知影的人。警方表示，目前无接到民众报案，不过这种网络诈骗的手法真多，建议民众会当先向店家打电话确认，若是烦恼拄到诈骗，嘛会当向105专线通报，互警方来提供协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鼓励南投的高中生留伫南投来读高中，县政府是编250万的预算推出就近立派的奖学金，以照会考的成绩来补助，相关会当领到105000块的奖学金。
为着要留住各种毕业优秀的学生，南投县政府今年头一届编250万的经费，推出会考奖励方案，鼓励优秀的子弟留伫南投读高中。会考成绩4A 6加以上，会当摕到3万块；5A 10加以上，会当摕到10万5000块。这是足大吸引力啦，家长嘛足欢喜的，学生啊嘛会使用这笔钱做各方面的学习啊。对囡仔来讲的压力会较小，而且你唔免对通车嘛免住学校厝佫顾会到，我感觉这是上大优点。南投县政府表示，112参加会考的人数4000过40人，今年降到3409人。除了因为少子化，学生愈来愈少以外，另外就是有的南投的学生会走去台中读册。县政府表示，这个政策唔望透过奖励金提升学生留伫南投继续升学的意愿，嘛强化南投在地的教育竞争力。咱有足侪公道拢有囡仔入来，即摆唔是讲学校无够侪，是因为咱希望有上适合的科系，互咱囡仔有兴趣，会用后届伫个专长的时阵会用伫未来，互有这个专长去就业。我们希望我们县立的学校也能够跟国立的学校，我们多一点点奖励。那对于技职的学生，我们也希望我们将近40项的前线的技职比赛的第1名的学生，我们希望他留在县内的高职。发奖励金以外，嘛会特别针对学校提出奖励，鼓励各种加强辅导，合力竞争。学校上最嘛会当摕到5万的团体奖励金，带动老师学校的教学动能。记者安修南投报道。行政院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甲智慧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规划伫台南的沙仑人工智慧产业专区来成立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智慧机器人研究中心哦。今仔早起嘛举办开幕典礼。现在在百工百业，不管是制造业、服务业，我们在人力短缺或者是出众的工作、危险的工作，我们都需要机器人来帮忙。只要是可以变成人类重要的助手延伸人类的功能具有智慧自主性，这些领域我们台湾都会发展。国家智慧机器人研究中心正式挂牌哦，这嘛是政府 AI 新十大建设的核心指标。向定台湾正式落实 AI 技术，要让台湾对晶片制造的大国转型做 AI 应用的大国。总统赖清德早起嘛出席，总统是望讲，透过这个中心，会当让人工智慧应用伫病院、工厂、甲都市的治理，来解决咱台湾欠感甲高龄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再来看7月初1日，按算特别来实施宠物用药的新制度，也毋过最近是引起真侪讨论。新的规定是讲，主人就爱摕证明去药局来领药啊。都有主人就讲若真紧急的时阵，药局佮欠药这是要安怎办呢？农业部下晡会来开会讨论，也毋过嘛强调讲，新的制度一定爱有先有共识，才会来实施。带宠物到动物病院看诊了后，想要摕药啊。若病院拄好无治疗动物镜头的特定动保用药，饲主就爱摕买药的证明去药局摕药啊。这是7月初1就要起稿的宠物用药新制度。虽然还有2个月，社群媒体早就已经讨论甲变过，有真侪人质疑，包括万一药局无药啊免怎？万一半暝啊看医生药局无开咧，那是延误治疗，谁要负责咧？当我们需要医治用药的时候，拿不到药，可能就会造成抢救上面猫孩生命的危险。我觉得政府不能当刽子手，我们应该要好好把这个政策做一个很好完整的配套，我们再来实施哈。农业部的宠物用药新制度，连执政党立委甲地方议员拢真烦恼，表示接到真侪真情，感受到民怨真悬。再去举行记者会，大声喊讲，卖这凊彩就实施。在场的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指出，目前700多种的药品，只有200种左右登录做动保用药，呼吁应该改做负面标列。药品要用的品项很多，然后但是它的用量有可能很少。所以也有可能有一些药商，他其实就是不愿意登录成动保用药字号，那会变成是一个兽医永远都拿不到动保用字号的一个这样的缺陷在里。农业部回应，负面标列会较了时间，现出时已经有改善的办法。那协商的结果其实获知一些共识，就包括说我们可以备药，把这些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必要的药品备药在我的动物医院。
农业部风检署下晡嘛会举办联商会议，阁会伫面册直播。会前已经先表示调整的方向，强调守护宠物生命权、甲医疗权，政策甲制度的改革拢会优先考虑遮的。新制度未凊彩就实施。风检署嘛讲，目前呢，甲需要的药品直接公告做同步用药，这个方式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东战争石化原料是真欠缺，塑胶原料嘛平均起2成。即马家庭用品嘛化工要起价咯。电冰箱、冷气顶电器按算讲5、6月份会起3%到5%。真侪民众会去电器展览，想要捡小米一概买好嚼。不过今年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电器的原物料塑胶进货成本起价。业者表示，目前展览的电器价格未调整，不过到5月、6月，电器有可能会起3%到5%。应该会调涨，那调涨的幅度的话，3到5%跑不了。尤其现在进来最近的塑胶材料调涨了差不多有10到20%。卖电器的业者表示，塑胶成本起价，受到影响的电器包含冰箱、冷气、洗衫机甲电视。以冰箱来讲，包含门板、内层、架啊、拖啊，还有密封条，拢是塑胶。送冰箱的时的包材也拢是石油制品。另外，亲像冷气的室内机的外壳、洗衫机的挂，还有电视后壁的背板，也拢是爱用到塑胶。这拢会造成电器业的成本增加，都有起价压力。中东战争的影响事实上让塑胶整个原物料的抬升大概也有40%左右一个涨幅，也不排除说可能未来在5、6月，如果这个状况持续恶化的话，会有调涨价格的一个可能性。塑胶跟铁，我们保守估计是大概会涨2成，目前也是会抓大概10到20%左右，针对冰箱跟电视。电器业者表示，即马有可能的起价是因为去年开始，包含铜、铁等原物料拢变贵，佮加上今年的中东战争，又佮互塑胶的进货成本增加。3%的话还可以接受，石油的关系，所以本来就涨嘛。很多东西因为运输成本都会涨价的关系，涨价也是在所难免的。中东战争唔但引发民众抢塑胶落架，机票的计销纠关，甚至电器的产品也因为塑胶的成本变贵受到影响。即马万项拢起价，消费者也得来注意消息。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会唱歌学母语。今年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都有300队参加连续7天伫高雄比赛。主办单位是讲，今年是有超过13000个参赛者，是有史以来上侪。有真侪无共族群的人拢来挑战学新的语言，这是一个真好的现象。透过囡仔优美的歌声，甲台语歌谣讲囡仔，迄款阿母听囝的心情唱互大家听。今年的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找到进入国小组的台语歌谣比赛。来自高雄的数位国小讲，甲欢喜比起来，囡仔要练唱台语歌，付出的努力甲时间拢加几落倍，不止个囡仔收获嘛是真多。但是我感觉讲囡仔伫遮唱歌的当中，慢慢会体会到遮台语的迄个美好的所在，所以慢慢嘛做爱唱这台语的歌。已经举办26年的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今年人数创下新纪录，拢总有300队，超过13000人来参加。主办单位讲，除了台语，还有客语、原住民族语甲东南亚的语言。今年的比赛也可以看到台湾对着各种母语文化的包容甲珍惜。原住民的部落，因囡仔来唱台语歌，咱会当感觉讲，这个本土语言的发展真正来发展，真正成功。主办单位表示，当年比赛拢是一摆成功的文化交流，得到优等以上的队伍，拢有机会去国家级的展演场所表演，甚至去国外交流。记者黄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北大吊亭佫有戏曲的称呼，逐当的春天拢会办戏春大吊亭，今年嘛已经第10档咯。今年会有8馆乐器布袋戏顶演出，佮加巴士、捷运全拢变做是戏台，观众会当哪看戏，哪来体验无同款的都市旅行。表演者咧台顶大乐器念歌、讲故事，观众拢听甲耳啊拍拍。今年戏春大吊亭10周年活动伫要起鼓啊！今年的主题是食戏肉、拍戏路，甚至嘛会伫互外放送李天乐布袋戏台语电影《乾隆游西湖》。
放车赶走。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渔村大稻埕有8馆月琴、掌中鱼等等的表演。演出地点除了伫永乐广场，上大变化就是伫巴士、捷运、嘛有月琴的表演，嘛通坐船西淡水河，听地上李春生的故事。很多精彩的表演呢，有大场的，有小场的，有结合我们街区空间的，也有交通工具上面的，就非常的不一样。在这第10年的时候呢，我们来做这样子戏村大稻埕的展现。甲交通工具变做戏台、戏出，嘛通加做社市理性形式。主办单位讲，除了表演，还有布袋戏算命线、月琴、卜卦等等超过30场的精彩活动。过阮月琴老师伊的说唱，来互大家去了解讲以前的地龙是安怎，甲这个地下位咱木沙啊，甲大便啦，吼，即送到咱大稻埕。主办单位表示，渔村大稻埕的活动伫4月18到4月16举办，因希望透过今年的改变，通互戏曲文化为大稻埕延伸到无同的所在，嘛通互观众发现属于家己的戏路。记者郭正阳、志光台北报道。来看纽约曼哈顿的布莱恩特公园出现一款真罕见的过冬鸟，所以现真侪人专工去公园来欣赏哦。有人坐暗班车专工来看，咱即嘛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纽约曼哈顿的布莱恩特公园，平常时是上班的人中昼休困散步的好所在。即马煞世界时着镜、手机啊，阁有相机的镜头，大家期待阁细致，才袂互几个限定的人客惊到。I am a birder, and I have a huge lens at home, but I brought this just in case, hoping to see them. And the show is here. Some people come here for Broadway. I come here for the birds. 各种镜头秘伫树丛内底来看美洲山芋。甲有帮烧钱的芋无共款，山芋毋但圆粒粒、脚底底看起来推推，长长的喙也袂食饭，是会伫土巴当中找稻菌仔，真侪是伫暗时活动，所以真罕见。So I came down myself from the Bronx, so that's and there it is. Sleeping. I want to see that long bill. I hope he wakes up. 美洲山芋逐年春天向北迁徙时，有当地会伫遮底站停歇。也若布莱恩特公园会当讲是因旅程当中真罕见的有足侪稻菌仔通食的5000级休困站。为着看到伊，有人下过半个纽约州，有人是透暝坐车，也无咧惊忝。I actually cried. But yeah, special happy tears, of course. Well, I'm in town to do some work, and I've spent 3 hours here at Bryant Park looking for this bird, and now there's actually 2 of them. 伫纽约春天飞伫来城市的稻鸟，吸引真侪赏鸟仔的人士，唔惊路途遥远走来遮，也互惯习生活节奏紧的纽约人有当着啊会当甲骹步放互慢。国际新闻林义竹编译。日本山梨县的新松山千间公园樱花水，因为会当看到富士山哦，跟五顶塔甲樱花真美丽的景致，是真侪观光客的梦想哦。也毋过因为人甲车实在伤济咯，当地市政府2月就宣布讲，今年樱花节哦要停办。也毋过最近哦樱花大开咯，嘛是阁成真侪观光客去行搭，当地在地民众哦是生活受到真大影响，拢真怨叹。为山脚看起嚟，富士山山头的白色映着粉红色的花，景致真水，让游客一直停落来翕相。这游客混乱的人潮，佮加上车辆，互山脚的交通拍夹。Also going up, you have a beautiful view the entire time. Yeah, a pathway where you have all of this cherry blossom that is incredible. Yeah, 日本山梨县新松山千间公园樱花节以富士山、五顶塔甲樱花树结的美景，透过社群平台闻名全球。一到樱花的季节，逐工去遐行搭的外籍游客人数超过1万人，造成小镇交通特别袂堪一，人靠，威胁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少外籍游客本色黑白片，佫会甲居民照片数，佫较过分的，佫有直接伫人家厝外口黑白放屎尿，种种乱象，互居民真困扰。受到观光公害影响，新松山千间公园历史的富士极电市市府今年2月宣布停办樱花节，不过外来游客游玩一直迟入来，互居民感觉真苦。これか朝早くじゃなきゃ買い物に行けない。だから1週間分ぐらい俺いっぺん買ってきて置いとかないと。
只是这种过度旅游的现象，嘛，互居民的意见出现分歧。部分居民希望维持原本的平静生活，另外一部分人是趁机会利用家己的门口埕经营收费停车场，搭临时的搭来卖商品或者是食品。观光人潮互过去稀微的商业街重新兴起来。虽望大部分的居民期望伫观光生活间掠到平衡，不过外籍游客素质真好控制。这种旅游污染的问题，唔那是富庶极端市，就连京都市、镰仓市拢有相像的问题。虽望日本政府应允会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不过目前效果无好，佮期望伫2030年将入境游客人数为目标的4000万人次提悬到6000万人次。公司新闻单是同编译。来报报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